甲出门2礼拜，就是5日控总统就职典礼。新政府的团队成员嘛，拢已经刷咧公布。前行政院长杜英泰传领新内阁是话要成立 AI 内阁，代表英语、活力甲创新的意思。另外有一寡台派团体甲民间团体今仔日开记者会，针对国防、统战甲政令摆换政策提出建议。AI 执政团队开创台湾未来。2个月20就职典礼，热情的执政团队上任，敢若剩11天。办时，一个台派团体召开记者会，针对各方面提出建议。其中，前国防部长蔡明宪表示，望前总统伫就职典礼爱公开宣示台湾的主体性，嘛爱表达咱国望参与世界组织的积极态度。在月底就要开议的WHO 世界卫生大会，跟年底9月的联合国大会。我们希望赖总统能够借用这个机会，向全世界的政府、人民表达绝大台湾人民希望参与国际的政治，分担国际社会的治理的工作。面对中国大量运用斥促销、红册等等对台湾封藏纪消息进行思想和文化的统战，台湾社建议政府应当推动以台湾学为主体的网络平台来预防文教统战。我们应该建构一个台湾学核心的一个大网大架构。来推动去预防文教跟这个统战的一部分哦。另外，针对咱国205控政令拖败的政策，其中一项目标是要淘汰食油的汽机车，尤其乌多巴的部分。根据交通部去年的统计，全台湾有1400万外台，数量是真惊人。民间团体建议政府要提供补助，提升车行销售电动机车的意愿，促进油车的淘汰。最有效的政策就是电动机车的销售，有66%的机车行从业人员认为这个是他们提升转型意愿最重要的诱因。对主权国际产物公告预防统战和环保减碳的议题，民间团体对5日控要上任的新政府和新内阁有积极期待，望乎台湾在各方面拢会当对着国际脚步。记者卢尚如、王可轩、曾春游台北报道。